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今仔日520，你敢有关心到今仔日总统、副总统的就职呢？因讲了什么？5000外字7大点，头第一就讲立法院多数少数爱互人探听，确实有人欢喜，有人嫌，有人出席，各方讲被判。那么也阁有对函，敢有伫咧听？咱今仔日是位专家，好好来解判。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大家平安。第二位，台大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是咱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晚安，大家好。第四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赖清德总统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16任的总统，伊的演说讲要来打造着民主、和平、繁荣的新台湾做主题。赖清德表示，会以人民的利益、国家优先为原则来推动政策法案。面对着国会的新局，嘛强调台湾会继续为区域和平的稳定来做出贡献。那么针对着两岸，赖清德搁再强调，咱会以不逼屈、不傲慢的态度维持现状，希望两岸做伙追求和平共赢。台湾现在站在这里，我立志壮大国家。正式就职中华民国第16任的总统，赖清德在总统府头前，以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新台湾为主题，发表就职演说。大会头就感谢总统蔡英文过去8年执政下的基础，宣示会甲全体国家向前行重大责任打起来。台湾时隔16年后，再次出现3党不过半的立法院。政党在竞争之外，也应该有合作的信念，国家才能踏出稳健的步伐。立法院的议事运作应该遵守程序正义。赖清德表示，未来会伫人民利益甲国家优先为原则，推动政策法案，应对国会新局。再来讲到国际外交的局势，赖清德强调讲，台湾会持续为区域和平稳定来贡献，展现团结，甲民主世界徛伫共一个阵线。民主台湾已经是世界之光，这份荣耀属于全体台湾人民。我们也要向世界宣告，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坚持，和平是唯一的选项，繁荣是长治久安的目标。现在各界关注赖清德对两岸的论述，赖清德强调会以袂骄傲、袂委屈的态度维持现状，嘛提出善意，诉求两岸共同追求和平共赢。不过嘛强调讲，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袂消失，应该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我也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我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由此可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赖清德指出，任内会拍拼发展 AI、半导体、军工、安控甲通讯5大产业，而且协助中小企业推动台湾的民主甲繁荣。面对眼前的挑战，总统赖清德甲责任接起来，航向台湾新的时代。记者综合报道。虽是讲这5000外字吼，有个人讲啊，你著莫用喊行吼，逐字著去推敲，看伊吼3个月以来创啥物代志。但是呢，咱必须爱对这个5000外字来开始做解判。首先，较在新闻台当中，大家一定有听到，伊讲吼，希望中国爱正式中华人民共和国
甲中华民国是互不隶属，吼，真差无讲是两国安尼，吼。那么我相信这份演讲稿啦，吼，事情应该美国人也看过，吼，甚至我讲吼，可能对方也拢摕到啊。老师安怎看讲，伊这个起手势吼，伊是要安怎来拍这个后面这4档？伊安尼写是应该有充分的把握，还是讲无啦？我先吐机子啊，吐过河安尼咧，再来讲。其实，在2021年呐，蔡总统有4个坚持啊，4个坚持内底，其中一点就是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遐内面有写，这内底有讲到吼，所以咱看见今仔日的就职的演讲，吼，有讲到这四大坚持啊，另外佫有讲到这个咱头前所讲的互不隶属。不过互不隶属咱赖总统有较济的铺陈的对吼，所以咱能看这个演说稿吼，伊讲到中华民国差不多讲在一届，吼，即讲到在一届，当然讲是无法度甲这个台湾啊，讲到台湾是上济吼，伊个讲中华民国台湾，吼连做伙有3届吼，讲中国7届，吼，当然就是讲过去蔡英文总统是讲中国大陆但是因为中国大陆咧对蔡英文总统吼文攻武吓、霸凌这个战机战舰拢拿来挖克台湾，所以落尾蔡总统伊就无啥物讲到中国中国大陆伊都用中国吼，所以慢慢咱会当看见就是讲这个演讲内底一甲赖总统过去。伊的立场拢是拢共款，吼，这个共款，因毋是讲今仔日特别坚强，还是讲强硬，吼，并无。伊这内底有讲到台湾内底本身，伊第一届讲到就是讲行政甲立法院，吼，这是足重要，吼。头一个就讲这。对，伊就讲这个咱爱试验，吼，这个是新的模式啊，吼，所以我是认为讲唔惊这台湾内部，唔惊这个两化，因为讲到两化，两化就要讲2届，两化的未来，还是两化的关系，吼。不过足济东西讲到台湾甲世界，台湾是世界一个足重要的资产，吼。所以就是讲，吼，我讲北京可能唔是讲足介意这届演讲啊，不过北京有哪爱考虑，有哪爱检讨，像啊讲民进党的政府会当以台湾做12党的执政，吼，这里是足大的，就是讲北京应该爱讨论伊的对台湾的政策，而且就是讲伊这届演讲内底，我讲足重要，就是讲对台湾的未来，吼，台湾的内部对少年人对这个社会的公平，是对台湾太空，台湾甲太空联合起来，甲这个海洋科技。吼，会联合起来，个未来有一个部叫体育部，吼，这个东西一个新的将以后要努力的方向啊。但是看起来吼，到底赖总统是毋是还佫有卡本？讲那习近平安怎马在反应？甚至今仔日我看到朱立伦，伊马上反应讲吼，伊袂记得伊家己敢若40%的民意啦。两岸关系顶头吼，直接甲两国论台面化。陈老师，你敢有同意这种讲法？我感觉啦吼，即你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互不隶属，这是一个事实的物件。像赖总统伊遮嘛讲过，伊讲这互不隶属的时阵，伊头前讲一句话，由此可见，这个词是讲什么意思？伊头面有解释，伊讲。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有中华民国的国籍的人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由此可见，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我感觉这是一个真重要一个事实的陈述，伊的意思是讲，
你有中华民国的国籍，你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啊，意思是讲，你有中华民国国民的，你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国民，你所住的所在，这才是中华民国的主权所籍的所在。啊，简单讲就是台澎金马。老师，你安尼咧解说了后，咱是不是会当另外一方面来看讲？啊，其实是民进党对着台独会退让，登去到上简单的这个宪法。一定要讲是啥物台独啦，因为真啊，赖总统我感觉伊的这个演讲，伊是非常尊重一个中华民国的体制。体制啊，只是讲伊这个中华民国有要做一个较精确的一个定义解说。啊，这个定义就是讲，你爱有一个中华民国国籍的国民，你所住的所在，啊，这是中华民国人统治的所在，这是属性嘛。啊，你既然安尼状况之下，啊，中国大陆的人民你无中华民国的国籍嘛？啊，当然你中华民国的国民，你无中华民国国籍的人，你当然不属于阮中华民国所管辖嘛。啊，当然咱大家互不隶属嘛。啊，这是一个属性啊。对于赖总统来讲，伊万一你安尼一个熟悉的认知之下，然后对这样安尼一个中华民国的一个体制做安尼承认，然后你在安尼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你推展伊的这个政策，扮演伊的总统的角色。啊，我感觉这是一个熟悉，这嘛是目前咱台湾民意的主流的民意。啊，我感觉这是一个事实的一个陈述，这无啥物。所以老师，你基本上认为伊今仔日的讲话无超过，啊嘛事平不稳，会使安尼讲吗？你应该安尼讲啦，吼。对赖总统来讲，伊安尼的讲法，上重要是讲，你中国大陆遐的人，你无中华民国的国民的国籍嘛？啊，你当然唔是我中华民国所的国民嘛。因为你要有国籍，你才是阮的国民嘛。啊，你。未来，你中国大陆的人，譬如讲你福建人，你愿意讲要来申请阮中华民国的国籍，啊，你愿意公民投票用你自由的方式，啊，你北京你嘛同意，啊，你要变我中华民国的领土，我嘛袂讲你反对嘛。哇！就像讲有一寡迄网民在咧讲嘛，你中国大陆你愿意做阮台湾的西台湾省，我嘛真欢迎嘛，只要讲你北京卖反对就好嘛。所以伊咧写这个物件是，伊是无咧管讲。习近平有欢喜也无欢喜啊！不，这是讲咱一个熟悉的一个陈述。啊，这个无法度，但是我就是讲出来，你欢喜无欢喜都不要紧。我个人安尼感觉啦吼，除非讲你支持要甲中国统一，啊无你讲其他什么话，习近平都袂欢喜啦。老师，你敢有同意这种讲法？其实是安尼讲无唔对啊，吼，这个北京就是要将台湾并吞嘛，吼啊。永远都无法度来满意，除非台湾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是靠近北京的立场，安尼北京才有可能满意啊！吼，今仔日抑阁无讲到台湾无属于中国啊！吼，安尼讲到这种啊，这个真北京就跳起来咯，跳起来。所以这讲法算做较温和咯。唔对，而且是过去已经讲过啊。讲过啊，美国无讲什么反对。无意见。因为你这样讲中华民国，你甲中国，你嘛才够设想有一寡历史政治的连结嘛。所以你基本上我感觉你北京无需要讲安尼反弹啦。进可攻啊，退可守安尼意思啦。老师，你敢有同意这？我感觉吼，这届当然赖总统踮咧这个演说内面吼，伊特别伊一开始有讲嘛，伊讲伊要巩固这个4个坚持，吼要来推动这两华关系，吼啊，接下来又嘛有交去讲和平的4大支柱方案、行动方案嘛，安尼，吼表达伊家己将要处理未来处理两华关系的这个立场。啊，不过为什么伊特别甲这个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这个话，特别为这个4个坚持甲提出来吼？我感觉我家己咧想啦，真有可能是讲，其实伊咧写这个中间啊，其实大家拢知影，足侪人，也是足侪派系，也是讲足侪不管什么立场的人，咱个加减啊，拢想要甲影响嘛，希望伊踮咧这个演说内面甲讲出来。
所以我咧想讲，伊这嘛是要甲独派咧交代。啊，吼，因为独派一直希望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甲中国无关系的一个主权国家。问题伊若踮咧就这个足字，这个演说内面安尼讲，两岸关系，莫讲今仔为莫讲明仔载啦，为今仔开始就已经拍破，所以伊变讲伊甲这个提出。若是一个较交全的讲法，还是要安怎讲？无啦，你讲交全来讲，你若讲，如果若是你来替人议告，你就爱安怎讲？当然讲，你若讲根据宪法，吼，你若讲根据宪法，第二个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你会安尼讲嘛？对无？你袂讲。安尼习近平就会欢喜吗？我你讲，当然对伊来讲，会欢喜袂欢喜。伊就坐涂骹一直讲，这毋是肯德基，这毋是肯德基。对啦，啊，我咧讲，对习近平来讲吼，对赖总统来讲，习近平的反应，毋是伊上在意的。哦，我必须安尼讲。哦，好，我必须安尼讲，因为对赖总统来讲，还是讲对。像网络顶头讲的放弃治疗啊。要咧讲，因为当然伊希望讲两岸踮咧伊即个未来4年莫出代志。啊，毋过伊足侪物件呢，其实拢一定经过美国的即个允准，还是讲默许啦。啊，我应该咧讲啦，因为你看，大家拢知影，即个美国踮咧去年开始咧选举，到即马，大家咧看迄个 AIT 主席罗森伯格来到台湾几届。啊。大家知影哦，进前 AIT 主席其实是一个，算讲一个良缺啦。伊一年来计一届两届，其实足不了啊，足不得了啊。伊去年到今年来计4届，啊，即届如果参加即个就职典礼，等于讲算讲第5届。啊，为什么伊拢会直直来？主要就是讲，当然甲一方面甲民进党咧参详。当然，伊将嘛要了解这在野党的立场嘛。那毋茫讲，若讲踮咧1月13号倒一党赢，美国才有把握讲，你倒一个，恁两党的这个两岸的这个讲法袂超过。所以老师，你也看到讲啊，这也甲美国的这个甲咱台湾的关系吼。但是这个前提的限制之下，做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吼，不管你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你会当在这个关系顶头发挥的物件，算济吗？当然啦，对美国来讲吼，伊有家己的红线，大家拢知影嘛。美国伊讲伊家己的坚持的一种政策，甲中共的一种原则是无共款。啊，伊家己有讲啊。啊，所以咱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要安怎踮咧这个两个中间，踮咧美国甲中国大陆中间这个空间内面，要去运作。啊，这就是看咱总统的。你老师嘛，你个拍分数，今仔日这才拍几分？我必须安尼讲啦，伊讲你讲四平八稳，啊，我嘛应该讲了无新意啦。所以60分啊，70分还是80分？你讲差不多，你加可能差不多及格啦。哦，60分哦。嘿，差不多及格啦。蔡老师，因为伊无挖过，无超过这个蔡英文这8年讲的。无新的物件啦。蔡老师，你认为遐拍几分？我讲吼，我先讲伊这个意思是安尼，就是讲吼，伊要承认一件代志，就是台湾毋是中国的一部分啦。吼啊，而且大陆地区嘛，毋是咱中华民国宪法即马实际统治迄个地区，所以就是讲，伊要甲台湾甲中国就是最简单咧，主权拢独立，大家拢超白大，啊先切落去，无像国民党就遐讲啥来讲啊，牵死牵做伙啦。万一讲伊意思讲吼，台湾是中国，啊这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英国的嘛，啊国民党讲这是中华民国，安尼牵做伙国际社会，感觉讲啊你内政嘛。所以这应该切做已经是讲两国就是外交关系，就是国际关系，这足简单的道理啦，吼。啊，当然我来甲拍分数，就讲伊当然袂当超过蔡英文总统的迄个讲法，因为小英总统的讲法已经足完整的啊，吼。伊即摆会当做，因为即摆国会多数嘛是国民党甲民众党，吼，因有多数，吼。当然伊一骹手去就拔掉的啊，但是这主权的部分吼。袂使否认啦，吼，过去佫有人讲吼，咱着互相无承认对方的主权，佫有即落的啦。那就甲人讲莫叫你的名安尼共款啦，叫你神圣啊，无人即落，迄就是主权就是有甲无，吼，啊，咱家己有主权无，迄上重要的。啊，实际统一了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莫牵对中国大陆去啊，
无你会变做讲吼，你交伊拢飞袂离啊，拢飞袂离啊，吼啊，所以这就是讲，伊今仔日像那伊今仔会安尼讲，足清楚的，就是要台湾人民。当然讲啊，这804站的尔，迄个第3名，迄个2站搁伫遐笑，迄个第1名，讲你考试考做歹，哪有这个道理啊？迄个第3名，郭文德主席讲哦，你40%呢？我袂当讲啊，你第20%表示有80%的人反对你啊，伊的逻辑会变做是安尼啦。所以我感觉讲吼，人调吼，咱着卖目空车，互伊去做。哦，当然你有啥物批评，我拢会当，我拢感觉。老师，你讲有认同朱立伦党主席所讲赖清德直接甲两国论台面化？无啊，这8年就是拢两国论啊，无是啥物论。我讲啊，因的意思就是讲伊叫做朱立伦啊，要甲屁想就对啊。算讲吼啊，民进党调啊啦，吼啊，就是两国论台面化。啊，这8年才台面化。所以你认为这个发言其实无？哎呦，因都骂8年啊，佮有。伊敢有啥物较新的摕出来骂啊？若像郭文德伊讲吼，赖清德早起宣示讲爱恪遵宪法，相信伊会遵守着中华民国宪法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这款物件上重要，爱看伊3个月要安怎做。对，啊，伊的意思讲啊，过来看嘛。啊，事实上，咱过去就是用安尼用宪法甲迄个两岸的人民关系条例咧送嘛。重点就是伊都袂愿互你开放嘛。伊就甲你绑骹绑手嘛，吼，用军机来甲你威胁嘛，毋是咱的。美国人会感觉讲，哦，这责任袂使伫台湾，因为台湾也无宣布啥，也无做啥，但是伊就逐工要拍马你啊，吼，啊美国人讲这拢你的毋对，吼，所以美国人包括这个国务卿今仔佫发一个电文互台湾的，恭贺台湾的总统的。你捌听过去捌看过这个哦，足少的，伊写台湾的总统，哦，足清楚的，吼，所以我感觉是讲吼。无要紧啦，因为总是吼，有当时啊，看100工吼，毋是，有当时啊是安尼啊，就是讲你做对啊，吼，啊，大家就开始讲啊，嫌东嫌西啦，吼，嫌东嫌西啦，吼，啊，但是什么人对台湾较有利，大家当来批评嘛，吼，蔡英文总统伊卸任已经卸任嘛，对不对？伊的民调真悬啊，啊，迄个较早10几%民调的党内伫遮骂讲吼，你看伊做啊做歹，你家己照镜看卖，恁较早几%？吼，恁较早几趴？吼，我意思当然，咱毋是一直批评伊啊，但是我意思就是讲，无紧有理的你来讲，吼，啊无理的，但要伫遐吼硬花硬讲，我感觉迄对政治无帮助。林老师吼，但是咱安尼行甲讲吼，应然就是讲，哦，对，台湾的实际上像陈老师讲，实际上无叫统治嘛，咱摕即个护照就是中华民国护照，虽然世界上承认的无济，但是啊，咱家己有家己的。国籍家己就事实是安尼，啊，你成讲就讲袂听嘛。啊，到底美中台这3个位啊吼，你有切这4档，要安怎来行呢？这未来4档吼，是挑战足济啊，吼。这个大总统我都讲着，挑战的足济吼。不过全世界拢一咧看今年的11月初5，啊，这个美国。大选的结果啊，吼，是川普还是拜登，吼，所以这个是足大会影响，这影响唔仅是影响台湾甲中国大陆，吼，佮全世界都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伊未来这中国伊的军事的力量，佮哪来哪强，伊对台湾的压力哪来哪低啦，吼，伊有可能伊的战机还是战舰。哪靠近台湾，吼，所以这个东西咱爱有这种准备啊。对啊，连 Trump 前几工就讲哦，这习近平已经准备要甲台湾没收啊。对，当然原来是美国伊有足侪准备啊，吼，伊的准备就是讲第一，伊的评估啊，吼，就是讲恁讲是中国来用武力来统一台湾。对全世界的影响，这 GDP， 伊讲这 GDP 可能有10%，全世界的 GDP 会受到影响，而且是比全部咱过去所看到，不管是这个新冠疫情，还是甲这个以哈战争、乌克兰的战争，吼，还是这个其他，都无法度甲这个中国对台湾这个武力的统一啦，所以就是讲到无可能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的运用，啊，美国拢徛喺边啊，这绝对是无可能吼。啊，但是就是讲，咱爱有这种的把握，就是讲咱爱继续，不管咱的这个国防的预算，还是讲咱内底咱的，比如讲一党的兵役，还是咱的团结，大家都爱知影，就是讲，最近这个《经济学人》有对着足地国家来做这个测验，吼，台湾77%的少年人。菲律宾76%，比台湾更加低。按讲以这个欧洲的国家，更愈发少。所以个是讲台湾本身，我感足重要。这个就职的演讲内底，我感伊有这个台湾本身爱家己的责任，啊对世界伊的角色，拢爱扮演了足好。啊，袂使讲咱种。家己的责任嘛，拢完全效别人，和美国人，还是讲咱完全甲即个中国会当来妥协，会当看中国安怎讲，咱就尽量照伊的意思来行，这绝对袂使安尼。所以真侪人咧想解剖即项代志的时候，拢想讲上好有一张牌摕掉的哇，拢万事 OK，100%特动的。但是我相信应该。在目前这个情形，还是过去咱这个所看到的这个事件内面，应该是无一种牌摕到的，拢 OK， 拢免惊赢啦吼。但是我要问陈老师，就是讲，头早林老师也有讲错字在人呢，咱袂当毋忘，但是错字在我的，譬如讲，咱是民主的价值链，而且咱在世界位置，但是这种处其实嘛，咱国内还佫有无共款看法的人呢。老师，你认为这个反对党应该有啥物以后啊？佫有尤其你看，连个马仔就开始佫要车啊。伊今仔赖清德总统就开始咧讲啊，讲第一站伊无讲啥物，伊就讲国会大家咧少数多数啊尊重多少数，这到底要安怎破败啦？我个人是认为啦，国家安全问题应该是全国的人民应该要团结起来，斗阵去对付。啊！你团结起来，你可能无法度应付咧中国的威胁啊！更何况你真个可能你社会可能有淡薄分裂。啊，当然对咱的台湾的这个领袖来讲，咱当然爱尽量去团结咱台湾的社会人民，大家爱有这意识伫的，啊，你这样安尼这样会努力之下做袂到，那当然咱在讲咱尽量去做，啊，至于讲做袂到，还是讲反对党的一寡反对，啊，这可能反映咱4年一个选举，啊，和人民来做一个决定，要讲咱家己，咱的实力爱尽量去维持、去加强，然后用实力来维持这个和平，这是我想这是赖清德上重要要去努力的所在。所以伊主要有2个方向嘛，咱的军事实力当然咱要继续增加咱家己的军事实力，啊用实力来追求和平。啊，另外一方面，咱共款拢有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一寡国家，咱要团结起来，希望伊会使团结起来来支持咱。这就像讲乌俄战争共款嘛，你乌俄战争你看一寡民主自由国家对俄罗斯这款经济的制裁。望到这款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可能无啥物路用，要讲对中国还是无共款的。你俄罗斯你的经济，你就砸石油、天然气、甲武器你出口啊嘛。因为中国无共款，中国伊的出口占 GDP 20%，伊的进口嘛占GDP 10%几。你也是讲像这样对俄罗斯这种经济制裁来施加在中国身上，我相信中国伊的经济会崩溃。啊，这都是一个真重要的吓阻力量。只要讲咱会使团结一寡刚刚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国家，伊愿意讲共同来团结来支持咱台湾。我相信习近平伊都袂讲安尼随便来对咱动手。所以老师，你基本上是相信这条路是可行性真悬，
而且会当实现。我再三咧讲啦，咱爱努力去维持咱家己的实力。啊，做袂做得到，当然你习近平要安做，咱嘛无法度预测嘛。哦，你讲习近平伊嘛有可能讲伊伫一个无讲真理性的状况之下，伊可能处于家己内部一寡权力斗争，还是讲伊中国来伊家己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啊，伊想要讲要来找咱台湾麻烦。啊！你这种状况之下，这不是讲会使操之在咱台湾的手条嘛？咱当然讲，咱家己爱尽咱家己的努力。啊，这听起来小人做拢共款哦，是不是安尼？李老师？确实啦，因为对于中共来讲啦，吼，伊要甲台湾食北食落去吼，拆落北，拆落北吼，其实这是因为1949年以来的政策啦。哦，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后摆若有机会嘛。民众党，民众党若有执政，其实对中共来讲，伊拢未改变。啊，确实啦。啊，问题就是讲，咱台湾要哪去甲伊回应，要哪去甲应对啦。吼，这就是讲，比如讲，大家咧，这个三个党的手段还是方法都无共款。啊，这就讲，当然到后壁就是讲，人民来选定嘛。吼，人民来选择。啊，问题就即摆来讲，当然，照你讲啦。后摆吼，中国若讲2028年，吼，就4年后，若讲正讲国民党若登去摕到政权，摕到政权哦，其实我必须安尼讲啦，国民党登去吼，后摆两华关会嘛无可能登去甲迄个马英九迄个时代同款，无可能。第二个咧，两华关系嘛无可能因为国民党执政了后，吼，就比如讲，足侪代志讲迎刃而解，真好讲话，嘛无可能，无法简单啦，其实嘛无法简单。所以老师，人听你安尼讲，那么国民党即马在国会内面的作为，那就真济其实是无必要咧去食人乖啊花安尼啊。嘛毋是安尼讲啦，因为我必须安尼讲，因为民进党直接讲啊，你这是听到你讲迄个啥胡军旗。国军去啊，中国啊，听来转来领起的，其实无共款。要来讲，第一个，阮讲要爱修迄个反渗透法，为什么？反渗透法迄当时大家都感觉讲，你这个定义伤模糊。哈，好，比如讲，迄个检察官自由心证伤大。啊，第二个，迄当时其实咧竞选的时阵，迄当时国民党迄个侯友宜才有咧讲啊，这个法其实。有问题，大家应该思考。啊，好啊，讨论嘛，啊，那当然讨论。啊，做你这讨论吼，其实大家咧看，到底是倒一党无想要讨论。我必须安尼讲啦，因为咱吼对民进党来讲，即马胡军旗啊，甲即马迄个黄国昌，其实两个党的总召吼，其实对这个议事运作吼，无迄个柯建铭来的熟悉。我必须安尼讲，所以比如讲，顶礼拜五。的代志发生，其实敢袂讲是中了，就是国民党甲民众党着了这个柯建铭的这个计谋咧，哦，引人上钩嘛，就故意制造冲突，互你这个议会，互你这个讨论无都继续落去。啊，但是你若国民党甲民众党，你其实会当举手讲无咯，爱好讨论啊，哪有讲我将计就计？无啊，迄当阵要讨论啊问题，民进党无爱用讨论嘛？你看大家拢知影。无啊，就举手讲伊无爱我讨论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安尼？迄当阵嘛无啊简单，因为你讲大家当咧会场，大家拢看。无安尼就爱看马仔咱那个连续剧吼，我要想。有冲突的时阵，即个议长爱讲来休困，吼，大家搁来协商。伊毋是，伊即马就是甘蔗部规矩啦，无站闸，啊，翻查要甲举入闸，意思就讲吼，啊，这免讨论啦，嫌。条文是啥？无人知呢。暗暗啊来要表决啦。好，这半暝啊咧行路啊，啥物意思？佮考试啊咧。啊，伊这是啥物？就讲伊多数伊已经赢缴啊，但是伊要甲你调缴，啊，佮甲你拔歹缴啊。这个物件就了。所以明仔载一定足侪学生要去冲的啦。是安怎？因足简单的嘛。你这华东的建设的条例，立法院吼是国会，咱的国会袂使增加议程，伊看啊要甲你增加啦。我讲啊，迄过去英国的国会就是干那会当删议程，因为国王要拍要小战嘛，议程是国会甲
甲删减，唔是甲增加，哦，这第一点。啊，伫立法伊讲藐视国会，其实唔是啦，是藐视你国民党的大立委啦。你若官员讲伊袂爱听吼，伊甲你送藐视国会啊。吼，啊调查权呢，伊即摆甲你讲吼，伊有调查权，包括司法中的案件，伊嘛要甲影印一本证据来，这乱创嘛。司法中案件，迄大法官已经解说袂使调查，吼。监察院有调查权，即摆讲无，伊嘛立法院伊嘛足大个，嫌部队内底资料伊也要甲调查啦，迄种机密嘛。所以我来讲吼，伊即摆毋是。伊即马是安怎？算讲5院要甲伊1院啊，伊是太上的立法院啊，迄个较早太上皇啊，什么意思？伊上大啊，所以这个国民党掌握多数的迄个立法院吼，你敢知即摆国民党的民调偌济？你敢知？13.4啊。老师，嘿，就咱骂归骂吼，是啊。啊，这要安怎解决呢？要安怎解决？就是讲明仔载用人民的力量，互伊较侪人去叫伊感觉讲，你袂当互你乌白创啊！国民党家己落软，因为迄天吼，伊要通过一个，就是讲吼，迄个公司，伊本来是有写伫遐，要调查民间公司啊，伊后来甲放掉啦，是安怎？伊知影讲这，人欧洲，嘿，欧洲的人，欧洲的商会讲，你这袂使哦，你这落吼，规组的人拢唔敢来恁台湾投资啊，所以我讲啊，我讲较站杂的啊，莫伫遐吼，袂输讲骑脚踏车放双手安尼啦，我讲即马。台湾人民对国会的愤怒是来自恁乌白创啊！明仔载你也看偌济人吼，啊傅昆萁嘛是啊，包括黄国昌嘛做合的，迄个郭建明是排伫后壁呢，伊竟然话头过来讲吼，你插队，伊是咧讲啥物话啊？人排伫你后壁，毋是排伫你头前呢，排伫你后壁讲你咧插队。这题吼，马仔还佫有相关的讨论啊。但是你认为是赖总统在这个代志，敢有通有角色？譬如讲，伊可能26号去做这个国情咨文的时阵，一问一答无？我讲吼，这伫德国咧设计这个半总统的宪法的总统，就是袂使互国会议员去问嘛。什么意思？因为你总统是代表全国的，啊，国会议员甲你问地方的，我甲你问宜兰啊，吼，新竹花莲，啊，我问伊甲你问迄，你要哪回答？这总体一个政策甲法案啊，所以吼，袂使主动去总统去互因质询啊。哦，你讲要同问同答，我想无，我感觉哈，佫会当接受。即要听讲要通过这条文是一问一答。嘿，伊讲现问现答，吼，啊，这乱创嘛，因为伊无了解迄个宪法，因为美国总统敢有去美国国会议员讲，啊无我甲你问者，无人安尼嘛，啊恁拢讲吼，这阮这新的阮家己要用，吼，要照恁的意思，我讲参考世界各国的做法啦，吼，莫家己大主大意啊。我必须安尼讲啦，这一问一答吼。其实是参考柯文哲啊，柯建铭，吼，加迄个潘孟安，踮咧2012年吼，加马英九总统要求的啦。所以阮这是参考伊的讲法啦。啊，即马你柯建铭不认账。啊，比如安尼啊，所以你讲，比如讲，当然啦，赖总统其实紧要伊即马就任了嘛，其实紧啊吼，伊即马紧找迄个朱立伦。跟找柯文哲吼，跟他好好讲一下。政党之间先参详。你认为赖总统会当来做这项代志？伊会个啊，因为伊是总统嘛，啊伊嘛是民进党的主席，所以伊的身份来讲，伊会个邀请迄个在野党的主席来讲啊。但是伊今仔嫌就职都无去啊，啊，搁要讲朱立伦无去嘛。恁的讲，恁党主席无去。马仔咱就来录这题啦吼。所以我要请教林老师吼。今仔蔡英文总统离任了吼，你认为蔡总统后手这3-4档，敢有啥物角色，通好来扮演，甚至对着两岸关系的推动，敢有这个可能性？你家己会料想的？蔡总统今年啊68岁嘛哈，1956年哈。啊，而且咱看起伊落任的时阵，这个民调是足悬，吼，甲这个马英九，甲这个陈水扁总统来比起来，超过50几%。啊，而且就是讲，伊到落尾，伊所带领的台湾，伊所搞出来的台湾，和赖总统是一个台湾有经济啊有进步，吼，啊个民主。阮啊足困难的下骹内底，阮啊共款继续来提升，所以我是认为讲，蔡总统卸任以后，
应该也个有伊的角色，吼，伊的角色就伊较早有一个小英基金会嘛，吼，啊，这小英基金会，我想讲是伊的基础啦，吼，伊若讲要去其他的国家，我相信其他的国家一定做欢迎，吼，啊，有这种的机会，吼，唔惊这个过去这个视讯，即嘛是实体，吼，所以蔡英文总统应该会扮演伊一个角色，不过伊即嘛较希望会当暂时好困啦，吼，因为这8单位都足辛苦。但是咱咧想讲，因为赖清德总统吼，今仔日也讲吼，伊讲伊无要回避问题，吼，伊嘛是了解讲伊家己是40%的选票，而虽然讲可能迄60%的人无一定讲无支持伊，吼是选举的选择，但是呢，伊这上少数咯。这上少数就是讲，我投票我会接受，我国会也接受。你认为这个赖总统要安怎运用？即马这个势，他老师也讲，这个势就是民主国家大联盟，吼，有压力。但老师也讲，中国你来想清楚哦，你的代价吼，这个客台湾这个鸡腿哦，真歹客。这个蔡总统踮咧帮战。这个导向，敢有这个可能性？台湾突破讲两岸关系，尤其今仔日我阁听讲，赖总统讲，要首先对这个啥，员工开始做起啦，这个学生囡仔会当来读册啦，先来开放啦，看起来伊拢有想到的哦。老师你安怎看待？当然，这个是这习近平对这个马英九前总统所讲一百件，我甲扣起来，我来用啊。所以讲原来是足实际啊，希望这个员工大生这个学生囡仔来台湾，还是台湾的学生囡仔去中国大陆。我就认为讲，这个台湾本身啊，唔惊这两岸的关系啊，台湾本身内底台湾甲世界，当是共款为着这个台湾的安全，这台湾的安全是国际这个。和平、甲繁荣、甲安全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安尼讲起来，就是讲对习近平来讲，就是讲虽然讲无介意即届演讲，但是伊若爱考虑啊，考虑了就讲，我是认为刚刚这个柯文哲，这个党主席吧，是讲了足好啊，就是讲，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还是中华民国的宪法。还是两岸人民的关系条例，虽然讲这届无完全讲出来，不过咱过去咱爱知影就是讲，2016年到2020年，这个蔡英文总统已经讲2届，咱过去做承诺的，并不是讲咱即马就来拍破，我相信讲一个国家要来处理两岸的关系、两岸的事务，原来是共款，爱照着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是啊，加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法律上嘛要照安尼。所以人讲是安尼吼，咱就是讲中国无需要来过度反应啦，人讲过度反应，安尼就后届适当的较无好来处理，伊应该考虑爱反省啦。人讲2016年是对蔡英文总统所讲的遐承诺，有好好来回应。当然，今仔日这个两岸关系绝对唔是讲像今嘛所行到这个境界啦。是，陈老师，其实我也看迄外国的媒体吼，包括 BBC 啦、DW 啦，对着蔡英文总统的表述，就是有的人是对这边来看起来，其实哦，伊是去甲这个台独吼，甲虚美化，然后对中华民国甲台湾哦。甲抗败在斗阵啦，所以呢，伊是真巧妙，透过这8单安尼换，从此以后无人过来讲，台湾独立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你习近平那也无爱想讲对这边来看讲，其实伊是咧一直甲你念吧讲，咱好好来讲哦，咱就无法度都甲头壳甲扭过来讲，你就爱安尼想。不，我咱嘛是了解啦，像这蔡英文做8当以后啦，你看咱迄政大选举研究中心也民意调查，
你想要做台湾人伊迄国家认同的比例，跟2016年是超过5%，吼，超过5%以上。啊，这是虾米人才有安尼个成果？我其实感觉习近平才是重点，因为习近平2019年伊迄15点的演讲，好，然后2022年对迄裴洛西安尼来做一个军事演习，你反倒只是台湾老百姓有一个反感伫的。啊，蔡总统伊只是讲依据这个安尼这样的时事安尼变化，啊，伊坚持伊的立场，坚持伊的安尼政策，伊的政策简单讲就是维持现状。伊袂有啥物意外的啥物做法，伊袂有啥物想要挑衅的做法。伊的政策是非常一贯、非常的非常稳定，好，所以这是为什么讲对于一寡外国的媒体感觉讲，你安尼蔡总统8年做落来，你反而是让台湾的一寡好主体性更加会安尼提升起来啊，好啊，这当然这是你。习近平，你家己爱检讨的，因为是你家己采取一寡非常强烈对台湾的做法。这也可能啊，咱问一下李老师吼，就是讲，那这习近平无得甲恁想讲，无哦，是你哋美国人吼，咧算这台湾政治吼，咁样算到安尼吼，一直安尼，我起毛歪呀。我想问你，詹老师，你认为咧？不，美国人是因为讲咱台湾受到威胁，所以伊想要来帮助咱台湾。哈。你中国你卖来危害咱台湾，所以老师你认为这项代志起头的是中国人？就像咱小孩子跟人相拍嘛，咱一定先问是向心打手，向心打手就爱负责嘛。啊，这是问题嘛。向人你用武力你威吓，啊，向人都爱为这区域不稳定负责嘛。啊，这样用武力你威吓的不是咱台湾嘛？啊，大家拢看真清楚是中国嘛。是，李老师。是啦，确实，因为对台湾来讲，咱台湾这个方面来讲，因为台湾为蔡英文总统伊2016年开始到即马，伊对台湾人来看讲，其实咱嘛对台湾对恁中国大陆嘛无做啥代志啊。吼，加减啊，伊加就无承认即个不接受你的条件嘛，你的政治条件，所以你对付咱呢。所以为什么讲即马不管是踮台湾，还是各国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反感度，已经到这个历史新高嘛，历史新高。而且即马足侪国家已经把中国大陆视为，卖讲这边几乎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挑战者。即马来讲是讲无讲变讲威胁啦，无讲威胁，啊不是调整价。因为即马来讲，威胁是俄罗斯，吼，即马对各国来讲，上大威胁是俄罗斯啦。啊，不过你若讲习近平若继续安尼落去哦，其实对伊家己的伊个形象，一个国际形象，还是到你后摆中国大陆要甲其他国家吼，要来往来时阵哦，这其实会正一个足侪问题。因为你韬光养晦，你个抛掉。你比如讲，你要当头嘛，因为进前这个邓小平讲嘛，绝不当头。啊，比如讲，你即马甲邓小平进前个讲的，好定下这个外交这个策略，全部抛掉。你要强当头，问题你的实力，甲你互其他国家接受的程度，无到迄个程度嘛。老师，你安尼讲吼，你认为国民党的朱立伦也好，其他的国民党的人士会接受你这种讲法？其实对国民党来讲，其实国民党其实因拢知。问题呢，国民党行真拢直直讲嘛，亲美、和陆、友日嘛。其实本来就咧亲美，其实讲歹听，对中国大陆讲，因定来骂马英九啦、朱立伦啦，拢咧亲美，因其实私底下拢咧讲啊。你讲你马英九国安那讲拢是咧亲美，你讲梁华去白当偌好，问题因私底下都直咧讲啊，你马英九就是咧亲美嘛，对吧？所以其实国民党其实是亲美啦，其实亲美，大家你讲什么？要讲什么？甲田讲啊，什么吼？其实拢是民进党咧做宣传的。因为民进党对2月1号这个立院开议到即马开始。对国民党开始咧讲啊，你违宪乱政，
吼，中共同路人。你这赖总统就是讲要团结全民，啊，问题你的立委一党斗啊，你嘛知影懂啊。啊，所以讲大家来看你。老师，这项代志吼，也许咱来提出具体吼，什么条例、什么法吼，啊，因安怎看啊，民进党安怎看，咱好来讨论啊。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讲，那么国民党，我感觉国民党在这8党以来，伊嘛陷入一个真为难的这个情形，就是讲，啊，恁就一直甲我讲，啊，我都唔是，啊，但是你就一支骹咧一直甲人讲安尼，但是你哪会无爱做一个较明确的表示讲，无啦，我其实咯，手机我也是向咱家己的啦。无啦，我必须安尼讲啦，因为大家拢甲讲，足侪人诶，就比如说国民党诶，足侪前主席会讲的话，并讲啊，这拢是国民党的。啊，问题即马谁当家？你爱看是谁当家？就是讲即马蔡英文讲的话，无一定会用全部代表民进党，因为即马当家是。但是朱立伦讲的，敢有通代表国民党？上少因为即马是主席嘛，所以伊会讲的话一定要代表国民党。伊想的甲鲍昆萁敢有共款？这我无多讲啊，因为两个当然可能加减有无共款啦。我想是足无共款的哦。这确实啦。吼，赵老师，其实就是安尼嘛，伊拄仔讲的意思就是讲吼。国民党拢真心嘛，啊，结果大陆拢换作战啊！吼，讲啊，恁都来，你都甲你来啊！哦，啊，拢大家伫遐讲啊，欢喜甲下，啊，结果伊讲啊，你亲美的啦！吼，我感觉比做讲，安尼你等于对头到尾就是，你也毋是亲美，啊，你嘛毋是亲中，啊，无你是啥？啥物拢无嘛！吼，是安尼啦！吼，国民党的部分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放盘互国民党啦，啊，国民党你着爱回礼嘛！哦，伊种阮袂当讲吼，你拢是做伊个细汉的啊，但是伊放盘互你的时阵，你爱回礼啊，你敢拢毋免回礼呢？啊无你后盖要哪去？啊，伊对民进党就是讲吼，看有食无单家的烟啦，亲像佛祖咧抢油烟啦，啥物事？伊放一个妈祖，我才有咧关公啦，吼，但是佫派军机来，吼，伫佛祖头前咧拜拜，爱拢油烟啦，伊即马就是安那，要用军机甲军舰，互你无法能好食困啦，吼。我感觉是安尼啊，这4年有可能就是这个结果啦。吼，伊继续，因为伊感觉这贴有效啦。吼，我就甲国民党讲，国民党等于就替我处理啊。简单讲是安尼啦。吼，啊，这4年，目紧大家来看嘛，到底4年了是民进党赖清德继续执政，还是讲国民党伊有一个较牛的人出来选举？我是感觉呢，今仔有去参加迄个就职典礼的，拢是要选总统的啦。遐无去的，迄都毋是选无掉的，就是袂见去的啦。最简单的就是安尼啊，因为。你是较有风度的嘛？因为连讲若是国民党选调总统，有可能民进党的人嘛会去嘛？吼，我这无啦，蔡老师，今仔佫一个唯一的立委叫贾义峰啊。对啦，伊无讲。伊是想要选馆长嘛？毋是，但是国民党的迄个王宏威出来讲啊，讲伊即个吼背骨，吼无叫党团的意思。啊，我感觉是安尼啦。李老师，你敢有赞成王宏威安尼讲吗？无啦，因为当然王宏威伊会感觉讲意外啦，因为迄当阵党团的决议是安尼讲嘛。丢身证，啊嘛即个卢妈妈。无，啊，不过迄是党团的决议，是讲党团是。无啦，你共款拢国民党的人啊，去的拢背骨。无啦，伊无法度对国民党其他人决定啊，因为迄是党团的决定，党团决定该对立法委员。哇，这出戏马仔还佫有人啊看啦吼。这确实啦。刷来，这时间我请问林老师甲陈老师吼，咱安尼甲看。这份演讲，老师你总体甲看起来，赖清德伊的施政的重心，咱就看得真清楚。哎呀，我讲可能要来成立一个类似讲 JOPS， 迄个叫美国的这个国防军事先进的研究署这署吼，要来做这种研究。伊对这个国防嘛，伊就有相当性的看法，啊嘛就相当一部分是回应美国人的想法啦。你看这整体伊演出安怎？我是认为讲伊的演讲，吼，安尼讲只有台湾内部，还是讲世界，吼，这个演讲是一个做好一个演讲稿啊，吼，啊，比如讲到就是讲啊，纯行公益，吼，行公益，那咱爱有这怜悯、好怜悯，吼，啊有谦卑的心，爱将这个。老百姓也是民众，大家会考虑的代志，放于咱的心，啊，放于咱七柄的顶悬，所以就是讲，伊真正是有这种的未来的愿景，但是有需要足大的勇气，有需要足济的配合，
吼，唔惊甲即个无共款的在野党，吼，而且台湾本身哦，这大智慧咯，足大的智慧甲条件。对，陈老师。我是感觉啦吼，罗总统伊正未来4年吼，上重要是，刚刚讲就是4年后爱连任成功啦，吼，所以我相信讲，就像伊之前讲的嘛，有一寡争议性的物件，可能就暂时吼先放的，吼搁置啊，尽量去找到大家人民的共识，啊再来解决。啊，是讲无共识，啊，也是讲一寡人生吼福国利民的一寡代志，吼，先做，大家先做，吼，然后。先解决国内问题，啊，像即寡什么安全两岸问题，可能暂时搁置，我是感觉。惊是伊无让咱搁置，就是要一直来啊。